听见公干么大家好。天天俺做，我在你在俺吧，推荐写的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25课节日。说起节日，除了公历的节日外，西藏还有许多具有特色的节日，比如说万国节、雪顿节、赛马节、斩佛节等等。过得最隆重的当属藏历年，它相当于我们的春节。藏族人得准备上几个月才来过这个年，可想而知，藏历年在藏族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那么，今天是藏历年，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天天8月30日，今天是藏历新年。天天8月30日，今天是藏历新年。天天8月30日，今天是藏历新年。祝新年吉祥如意，这是在过新年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那这个用藏语怎么讲呢？老三儿，这是地利永为面对许个人，祝新年吉祥如意。老三儿，这是地利永为面对许个人，祝新年吉祥如意。老三儿，这是地利永为面对许个人，祝新年吉祥如意。前面我讲过了，西藏有很多节日，比如说雪顿节、赛马节、万国节、斩佛节等等。那么西藏有许多节日，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好了，推荐忙不？要是西藏有许多节日。好了，推荐忙不？要是西藏有许多节日。好了，推荐忙不？要是西藏有许多节日。在节日里，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敬，我给老师献了个哈达，这个用藏语怎么说？你干拉了，接他的准备赢，我给老师献了卡达。你干拉了，接他的准备赢，我给老师献了哈达。你干拉了，接他的准备赢，我给老师献了卡达。过年的时候，咱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过年了，咱们聚一聚好吗？这个用藏语怎么说？老三儿，小娃子，俺错，怎么钱呢？看这图，过年了，咱们聚一聚好吗？老三小娃子，俺错，怎么钱呢？看这多。过年了，咱们聚聚好吗？老三儿，小娃子，俺错，怎么钱呢？看这图，过年了，我们聚一聚好吗？过年了，我们都想聚一聚。那么国庆期间，你准备到哪里去？这个用藏语怎么说？阶段推荐人去了卡巴贴子与国庆期间，你准备到哪里去？阶段推荐人去了卡巴贴子与国庆期间，你准备到哪里去？阶段推荐人去了卡巴贴子与国庆期间，你准备到哪里去？我们一起去布达拉宫广场照相，这个用藏语怎么说？俺错，念图，不得来汤青图，把它改个照。我们一起去布达拉广场照相。俺错念图，不得来汤青了，把它改个照。我们一起去布达拉宫广场照相吧。俺错念图，不得来汤青图，把它改个照。我们一起去布达拉宫广场照相吧。过节期间，我想好好休息一下，这个用藏语怎么说？推荐人俺年宿
야구지 겸나 삼촌. 过节期间，我想好好休息一下。退亲人啊，年宿야구지 겸나 삼촌. 过节期间，我想好好休息一下。我们西藏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就是雪顿节。雪顿节直译过来就是喝酸奶的节日。在这期间，哲蚌寺还有举行重大的晒佛仪式。雪顿节，我们一起到哲蚌寺去看晒佛去吧。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雪顿啦，俺处这不啦，看过这个着。雪顿节，我们去哲蚌寺看晒佛。雪顿了，俺处这不了，看过这个着。雪顿节，我们到哲蚌寺去看晒佛去吧。在西藏过节的时候，商场里也会像内地一样推出许多打折的活动。那么过节时，商场里的商品都打折。这句话用藏语怎么说？退亲歇退，从看难了，加拉那座椅，狂价呢总给。过节时，商场里各种商品都打折。退亲歇退，从看难了，加拉那座椅，狂价呢总给。过节时，商场里各种商品都打折。刚才我们学习了过节时常用的一些句子。根据课文内容，下面我们来学习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咱们进行重点句型的替换练习。第一种句型是：今天是什么什么什么，体力卡着卡着节。比如今天是国庆节，体力给团推荐日。今天是国庆节。体力给团推荐日。今天是国庆节。今天是元旦。体力罗萨尔日。今天是元旦。体力罗萨日。今天是元旦。今天是国际劳动节。体力给鸡年子推荐日。今天是国际劳动节。体力给鸡年子推荐日。今天是国际劳动节。今天是妇女节。体力排名推荐日。今天是妇女节。体力排名推荐日。今天是妇女节。今天是雪顿节。体力雪顿日。今天是雪顿节。体力雪顿日。今天是雪顿节。今天是释迦牟尼诞辰日。体力对吧？古蛋白推荐日。今天是释迦牟尼诞生日。体力对吧？古蛋白推荐日。今天是释迦牟尼诞生日。下面我们来学习第2种句型。第2种句型是：我给谁谁谁献了哈达。你也说呀了，解答准不赢。比如，我给贵宾献卡达。你也光准了，解答准不赢。我给贵宾献了卡达。你也光准了，解答准不赢。我给贵宾献了哈达。我给援藏干部献了卡达。你也陪个联系吧，解答准不赢。我给援藏干部献了卡达。你也陪个联系吧，解答准不赢。
我给援藏干部献了哈达。我给首长献了卡达。你鼓起了解答了准备营。我给首长献了卡达。你鼓起了解答了准备营。我给首长献了哈达。我给先进工作者献了卡达。你温吞列吞巴拉解答准备营。我给先进工作者献了卡达。你温吞列吞巴拉解答了准备营。我给先进工作者献了哈达。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种句型。第三种句型是过节期间我想怎么怎么怎么。用藏语说应该是土金人啊卡着卡的着过三穷。比如过节期间我想去旅游。土亲人啊如果啦着过三穷。过节期间我想出去旅游。土亲人啊如果了着过三穷。过节期间我想出去旅游。过节期间我想到农村。土亲人啊创业啦着过三穷。过节期间我想到农村。土亲人啊创业了着过三穷。过节期间我想到农村。过节期间我想回一趟家。土亲人啊囊啦吉着过三穷。过节期间我想回一趟家。土亲人我囊了罗着过三穷。过节期间我想回一趟家。过节期间和朋友们一块玩。土亲人啊初步错谈念头节目这个着过三穷。过节期间我想和朋友们一块玩。土亲人啊初步错谈念头节目这个着过三穷。过节期间我想和朋友们一块玩。前面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如何运用的。小啦，给他往高端那边，你我往高端那去没？我那出个修多，这边。俺我这是哪里这边？这个去，我公司呀的，我干的光完全是。电梯的推推要的呗，要嘛是，还能顶到明年，咱们每年光要等个是。哦，是呗，就咱过年自己下嘛噻，在这3万进了电梯就是，他们拿大家赚得多。前面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对话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这些词汇。年啊吧，第25。年啊吧，第25。土亲节日。土亲节日。회기骆驼葬礼。회기骆驼葬礼。准县。准县。解他的卡达。解他的哈达。罗萨的东过年。罗萨的东过年。汤亲广场。汤亲广场。节端国庆。节端
国庆 看国毡晒佛 看古章晒佛 狂菜脚减价 狂菜脚减价 落沙儿元旦新年 落沙儿元旦新年 我记节气年周团庆5.1国际劳动节我记节气年周团庆5.1国际劳动节盘面团庆妇女节盘面团庆妇女节敦巴国诞节团庆释迦牟尼诞生日敦巴国诞节团庆释迦牟尼诞生日公主贵宾公主贵宾鼓气首长领导鼓气首长领导安团来团吧先进工作者安团来团吧先进工作者囊了落回家囊了落回家共随了习俗混俗习俗骑马啦切马骑马的切马青铺头酒酒星枪铺头酒酒星夹端进架端进闯吧 kimchi 邻里闯吧 kimchi 邻里搬气戳波亲朋兵器戳波亲朋旺角万国节旺角万国节旺角东过万国节旺角东过万国节旺角庄稼地旺角庄稼地高洼夹转绕高洼夹转绕团意思团意思电梯前确定电梯前确定在吗爱开镰割庄稼在吗爱开镰割庄稼拉吗活佛上师拉吗活佛上师记下掐算记下掐算咪成熟咪成熟前面我们学习了过节日时常用的一些句子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那么如果您到西藏正好赶上了过节您能够熟练运用这些句子吗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学点加我让我们下堂课再见